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唔同少少嘅諗法。如果有錢人唔只係交稅，仲可以透過實際行動去貢獻社會，例如辦免費學校、支持醫療，甚至直接投入社區建設，咁個世界會唔會唔同咗？呢幾年好多人對有錢人應該交多啲稅呢個問題都有好多討論，好似喺加拿大 NDP 呢類政黨就主張加稅，目的係攞多啲資源去支持醫療、教育、老人福利等等。但亦有人擔心，如果交太多稅，會唔會令到啲成功人士唔想留喺度，人才同資金會唔會因此流走？咁有冇得中間落墨？唔係淨係交錢，而係俾富人有機會主動參與建設社會。我諗嘅係一個稅貢獻混合制度，即係話有錢人有兩個選擇：第一，交高啲稅，支持國家公共服務，選擇自己用資源直接投入社會，代替交稅。例如開免費職業訓練學校，幫後生搵工；資助醫療系統，減輕醫院壓力；長期支援社區服務中心，投資永續科技或環保項目。即係話唔係淨係俾錢，而係實際做嘢，貢獻返社會。其實世界上已經有一啲類似嘅例子，例如美國好多億萬富豪成立咗基金會，好似比爾蓋茨基金會就專注教育同醫療，而德國有啲富裕家族會參與社區發展，甚至同政府合作，即係話有錢人如果肯出心出力，可以幫到好多人補返政府未必顧得晒嘅地方。當然呢種制度都唔係冇問題，例如點樣公平審核啲人嘅貢獻夠唔夠力，點樣確保公共資源唔會被私有化。所謂社會公平唔一定就係靠政府收多啲稅，可能我哋可以多啲創意，俾有錢人唔止交多啲錢，仲可以做多啲事，可能為社會帶嚟新方向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